宣调，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播放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看见伊。现在，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一个的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有公义有慈爱的上帝。我们来学习你，阳光灿烂的强冲是你的手所来创造的，纯洁的灵魂也是你的手所雕刻的。你也从他山里野地这个花草，你可尤其伫空中的飞鸟，你也享受人类有丰盛的情感、善良的意志，甲包括你的信心。万国较爱感谢你的，就是你透过最后所会听的呼召，伫每一个时代内面，拢在呼召着信徒来遮做主的这个精兵，互我会通有机会去传扬福音的这个大使命。伫这个教会的季节内面，
阮要做伙来孝顺上帝恩典。但现在我要特别为着美国来祈祷，特别是为着伫北加州旧金山的地区，这个暴徒伫3天内底抢劫一个所在的这个商店，这座城市已经真做强盗抢劫离乡边的这个受害者，一寡做珠宝店、超过市场、药局损失惨重。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犯罪分子一直在利用着选民许可的州法律，这个法律检做了对入店抢劫犯罪的这个刑罚。这个提案将入店抢劫的这个户定设计伫950块美金内面，拢是被看作是轻的罪，也未受到这个执法部门来进行这个逮捕。所以这个歹人真大胆，咱亲像是无政府的总统的下面，随意去抢劫、去偷摕。这种行为已经叫做这个地区的毒瘤，人人不安，个个危险，就特别上帝怜悯。做完这条，我若要继续为着台湾中治区的这个立委的补选来祈祷。我真希望有一个优良的国会人选来当选。全国的百姓爱目睭背福金，就拒绝有这个误导背景的这个参选人，更加袂当互这个用金钱来引诱，绝对唔通将台湾的命运互金钱来埋葬，也着爱留心中共乌手不当的这个介入，因为这是有关台湾人生死的补选。请咱大家都要谨慎。但今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这个礼拜，来敬拜欧罗利，根据资料的人民院，和今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聚会的乡亲兄姊妹，做用着心灵甲诚实的敬拜你来行使你，和主的名通得着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接到上帝赐福的管道，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洁净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14到18节。14节，道成肉体，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咱有看到伊的荣耀，就是天父的独生囝才有的荣耀。约翰为着伊做见证，大声喊：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伊对我后面来，却
比我较伟大，因为我还未出世，伊就存在。伊已经用丰盛的恩典祝福咱大家，互咱恩上加恩。律法是上帝通过摩西来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搁在伫天父心怀中独生的囝有甲伊显明出来。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语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俄罗，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那么最近拄到这个是一个九月的季节，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孝顺上帝恩典。伫这个诗篇65篇的11节讲，你的恩典做我年冬的免流，你的恩典做我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阿免。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你的恩典做年冬免流，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你的恩典做年冬免流。
地当美流。各位乡亲、师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咱住伫即个城市的即个现代人，对伫即个功利主义，拢总袂讲真充分的。那么功利主义最直接的定义，就是讲你着爱拍拼。才会人享受到成果，就是讲爱拼才会赢，即个意思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今仔日是生活伫一个无稳定的即个社会内面。伫台湾，我有一个好朋友吼，伊有一个囝儿，伊真会扭即个巴友林。每一摆来伫听伊咧扭巴友林的时候，咱亲像伫听即个天使。伊嘛会真有即款的享受，足爽快。
所以这个细囝呢，伊的学业成绩真歹，差不多每一摆考试，拢是这个个位数啦。那么，伊就勉强来完成国中的这个学业，所以爸母就带伊去参加这个音乐专科的学校的考试。结果呢，这个术科，这个 violin 呢，考满分啦。不过，伊的这个学科煞拢无及格。那么，按照这个学校的标准，是袂通录取的。不过，这个少年家啊，有超水准的这个琴艺，学校就打破这个传统，愿意来收留伊。那么，这个囡仔敢知影稳定是啥物嘛？我来讲，一点嘛拢唔知影。因为伊若是无挂靠着这个杰出的琴艺，伊真正为何所有的学校来拒绝的？所以伫这个企业界，也是用这个无稳定这个心态伫经营的。你知影这个福特的汽车公司，伊将这个员工该分做27个等级，到伫第9级以上，才有专用的这个停车位通停车。伊伫8到13级以上的这个办公室，才有这个窗仔门，通去欣赏外面的这个风景。8到16级以上的办公室是套房式的，嘛才有这个私人的卫生设备。所以美国这个作家海明威，伊有一篇小说，伊讲到人的心怎样要克服这个稳定。伊描写讲，伫一个西班牙，有一个老爸，伊决心要来原谅离家出走的这个囝儿。不过，伊敢若知影这个囝儿是住伫这个马德里，所以就伫这个马德里的报纸来刊登一个广告，讲 Park。伫礼拜2的中昼时，咱要伫这个蒙塔纳酒店来见面。我愿意原谅你一切老爸所写的。所以这个 Park， 这个西班牙呢是真普遍的这个名，咱亲就是菜市仔名，到处拢是。结果老爸去的时阵呢，竟然有800个，拢是名叫做帕克的少年人，因伫咧贴候因的老爸。不过呢，有799个较无要对老爸仔得到稳定的少年人，拢真失望来离开，敢若一个人，敢若一个人得到呢。约翰福音第1章17节，使徒约翰讲：如若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稳定甲真理，拢是对耶稣基督来的。摩西迄个时代，人若遵守律法，才会通得到这个祝福。上帝所应允的这个橄榄地，毋是白白要赏赐予以色列人的，是需要因去征战才通得到的。所以最后说来到这个世界，一再地提醒人，因为带来这个丰盛的稳定，最后所谓教师，将人的这个注意力对摩西的律法，爱转到上帝稳定。这个日头来照好人，日头嘛照歹人呢。这个雨水落伫阮兜的这个花园，嘛落伫这个隔壁歹厝边的花园内底呢。这个鸟只免夜整子耕作，嘛毋免收割，就有这个免费的食物通食。伫这个郊外，各样的这个野花，无人伫照顾，总是几只一个狗，就遍满规个这个山坡地。我会记阮伫这个 Houston 这个高速公路边啊，若到这个几只狗的时，拢覆满这个德州的这个州花吼，这个蓝色的，
我做袂记伊的名吼，做真水的这个蓝色的花，无人咧管理，时间啊到伊就浮出来，真水真水。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着上帝恩典。最后所就亲像是一个观光客，伊专门注意着本地人常常忽略的所在。最后所以伫各地方、各角落去找到这个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提醒咱大家，确实有恩典。伫圣经内面，恩典是对上帝遐来的这个礼物，收束互愿意接受的人，咱毋免出力，咱毋免流汗，却通白白来得到这个礼物。这个就是拯救的恩典。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保罗先生讲：恁得救是在地恩，也因着信。这并毋是出自家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无错。恩典是对拯救开始，每一个基督徒拢真清楚，你并无付出什么款的代价，你就得到救。最后说，伫这个十字架顶，已经用重价将你的赎回，撤销你犯罪这个记录。上帝伫要上帝疼你，伊接受你，伊将最后所无做的记录归伫你的顶面的你的这个社会顶面。总是上帝恩典，是不是停留伫这个所在呢？这个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14节，伊安讲：多正肉身踮伫咱中间，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伫这个16节讲，对于丰满的这个恩典的内面，咱领受了，咱拢领受着，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上帝恩典，毋是简单只有彰显伫咱领受的救恩尔定迄条顶面，也不是亲像海洋一样，一涌一涌，浪一涌，不断地涌过来，一直在冲过来。那么以色列的第2个国王大卫，是一个认捌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伫这个诗篇内面有几啊摆讲到上帝丰盛恩典。伫这个诗篇65篇11节，就是我头拄仔咧吟一首用年冬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吼。所以伫这个65篇诗篇65篇第10节讲：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所以对年头甲年尾，规年拢看到上帝恩典。伫这个申命记，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对年头甲年尾，上帝的眼光常常看过迄个地。虽然毋是互咱只有一项恩典尔定，乃是互咱有规年冬的这个恩典。伫这个诗篇23篇的第6节，大卫王求上帝恩典，毋单单是只有对年头甲年尾尔定。伊讲吼，我一生一世必定有这个恩惠慈爱跟对着我，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院，直到永远。大卫王伊会期待着上帝恩典甲这个慈悲，毋是只有现在有尔定，也是讲几日久、几礼拜、几个月、几年尔定，乃是一生一世直到永永远远。上帝有一个名叫做 El Shaddai。El Shaddai 的意思就是讲丰盛有春、全能的白上帝，却毋是 El Chappu。El Chappu 的意思就是讲拄拄啊好，拄拄够也用的上帝。上帝咱期待着更较多这个恩典，更较多这个属灵的祝福。上帝已经备办好势。要互你更较多这个恩典，伊互你的恩典是恩上加恩。这个世界欠缺恩典，总是上帝恩典是从来毋捌消失过。恩典是咱会通互世界上海好的礼物，
总是真显然，教会界在向人传送这个恩典的方面，做较真无理想。基督徒常常扮演这个道德警察的这个角色，伫有意甲无意中对迄群无好的人来敬而远之，离开远远，唔敢甲因斗阵。所以最后说，伫这个世间所起的，拄是即群无好的人。咱伫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真容易来自建这个围墙。嘛是怪甲家己类似的人做伙，就是讲物以类聚吼。所以有一句真趣味的单话讲吼，讲鸡肠啊炒芹菜，讲鸡肠啊炒芹菜就是有空对有空啦，就是臭味相投的意思。人讲西讲啊是杯的意思啦吼。所以咱若想要闪避遐个人，拄是咱的主要所记得，伊是要亲近的人的对象。那么咱要如何？伫即个五万恩典的世界内带来这恩典呢？第一项，咱就要用听来传播这个恩典。真出名的这个神学家巴特博士，有一摆伊去拜访这个芝加哥的大学，伊伫这个记者招待会中间，一群人围着伊就问伊讲：巴特博士，你所学到的上爱深的真理是甚么？巴特笑笑讲：耶稣听我知明，伊就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知明，伊就这拢是记载伫圣经。用这来回答。另外，有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康保罗，伊的学生大部分拢是毋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康保罗教授就常常问伊学生讲：若恁对最后所讲过的话，印象上深的是倒一句？学生回答讲，差不多拢是共款来讲，你着听你的对着，听你的对着，即句话是即个非基督徒的印象上深刻。听对着，毋是人性自然会当发生的即个态度，却是即个世界所欠缺稳定。第二项，用下面来传扬即个稳定。保罗先生讲，并且爱用温慈、三款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赦，都是亲像伫基督内面饶赦了恁一样。以弗所书第4章34节，天父上帝赦免着咱，互咱成做伊的囝儿、查某囝，所以伊嘛命令咱都要去赦免别人。这个旧约圣经中的这个约瑟，当伊少年的时阵，互伊的兄哥甲伊出卖，后来因兄弟仔杀人的时，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戏剧化。伫这个故事中间，咱能看到，这个约瑟有时阵是真无情，将兄哥人啊，甲伊关伫这个监牢内底；有时阵是伤心挡袂牢，倒转去房间大声啼哭。伊彼人伊的兄哥，将钱藏伫袋仔内面，借口压一个兄哥做人质，佮将银杯藏伫小弟的这个皮袋仔内面，还让小弟去偷摕这个银杯。伊这个反反复复拖几啊个月，后来约瑟最后挡袂牢，伫众人误影中间，兄弟因杀来杀人，迄碟兄哥人。抱着惊吓硬出来的心，袂得当伊互因来出卖小弟，毋知因家己的名是如何。总是无想到，约瑟却选择来赦免着因，这么大的恩典，互因真恶得人相信。所以这个故事互咱知影，赦免毋是人自然的反应。伫因还未杀人以前，约瑟的心内有真大这个挣扎。伊实在是无法度去袂记哩，过去互兄哥人啊，甲伊出卖即个痛苦，因为伊的青春拢是浪费伫即个埃及的监牢内面。后来，即个约瑟虽然有出头天的一日，
伊嘛真心要原谅伊的兄哥，毋过呢，伊实在是真正痛苦，伊心中的痛苦是无人会当知影的。最后，文典赢过伊的痛苦，伊赢大声啼哭，所以甚至埃及人甲法老王宫的人，拢听到伊的哭声。那么，迄是啥物哭声呢？迄个就是对心内所发出写的人的声音，这就是文典得胜的声音。所以，请咱想看卖呢，过去捌有啥物人捌得罪你的无？还是讲有严重伤害到你的无？互你无法度来甲伊赦免的。所以，伫即个教文节的时，才能提出勇气来对因讲：我要赦免恁，我要赦免恁。恁若是相信讲会出的时，我相信你不但会当去帮助因去脱离即个罪恶感，连你家己本身也脱离迄个互苦毒的捆绑的即个心思意念。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现今的世界，现今的社会，到处拢是喙焦的人，毋过呢，却是找无水通啉的人，就食毒的人啊，同性恋的人啊，有见即个跋筊的人啊，还有即个酒鬼，因拢是真渴慕要得到恩典的人，总是因是找无到恩典的一群人啊，因无法度去找到。恩典教是咱上帝听咱，因为上帝是听的上帝，毋是咱是逐伊听。咱一旦互恩典去蒙着，看到哪路有需要恩典，咱就毋免考虑对方是毋是通得到咱去听，还是讲通得到咱去赦免的人。我过去我捌看一个报道吼，伫描写讲美国即个圣海伦火山爆发，即个真悬的温度来融化所有即个树木，所以一眼望去，只有看到乌噜噜的即个岩石，顶面安尼一顶高高的即个铺设的即个土粉。那么管理即个即个森林管理处的即个人伫思想，哎呀，毋知何时何年何日才为即个植物佫生出来？总是有一日，即个公园的工人伫无意间去发现到。有一块小小的土地，生出一簇的即个野花，一寡即个养雌的植物、养起的即个植物，佮有绿色的即个草。迄个工人马上看出来，即簇的生长做伙的即个植物，伊的形状，亲像一只鹿啊！哦，原来这个花草就吸收了待伫即个土粉下面。即鹿仔的尸体所分解出来即营养分来发芽生长的，后来即个管理人员就根据即个一簇一簇的即个植物去帮人去计算，提供即个生长生长的即个所需的营养分的即个动物，去计算伊损失偌济即个动物，就计算会出来。所以呢。说说若无互即个待伫即个土粉下面即个动物来提供因即个所需的营养分，恐怕即个恐惊到即个海伦火山吼，永远是即个安尼灰蒙蒙的一座山尔定。那么一个基督徒会通发出即个恩典，就亲像遐个电做伫迄个。圣海伦火山动物的这个植物，和这个普世的世界带来一寡这个新的画面。咱当初嘛是一群真渴慕恩典的人，才来到教会对不对？那么伫遮咱已经出了这个恩典了，咱期待着恩典，咱亲像这个像活水江河，不断对每一个人的心内来涌出来。通来吸引教会外面的人，会当欢欢喜喜踏入这个恩典的门。阿门。回应诗歌
咱要来吟感谢上帝。即做拄拄是即个感恩的季节，所以咱要做伙来孝顺上帝恩典，感谢天父上帝。讲感谢上帝，你会听好顶的长看关心，上帝创造万物，广照世间人，创造大圣已经先拣选着咱，做爱爸上帝，公义的爸上帝，哪大船保存义人，为着要救世间人，多加肉身，33年受尽苦楚，是被界定保护老尽，太阳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亚，阿门。咱们做来感谢天父上帝。感谢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頂得看關心，創造萬物，光照世人，創造大聖，競選着阮。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頂天看關心，主愛上帝，公義上帝，那大船保存義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當得看關心，為救世人，多加肉身。33年受盡苦楚，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頂天看關心。十字架頂，保護老人，太陽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哦。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頂得看關心，創造萬物，光照世人，創造大聖，競選着阮。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好頂天看關心，主愛上帝，公義上帝，那大船保存義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
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是一家庭不會留陣，愛也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哦，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創造萬物，拯救世人。創造大成，變轉救恩。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愛上帝，奉記上帝，那我尊不尊伊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看關心，為救世人，多加救心，33年受盡苦楚。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是一家庭不會留陣，愛也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哦，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創造萬物，拯救世人。創造大成，變轉救恩。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會聽我的看關心。愛上帝，奉記上帝，那我尊不尊伊人。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看關心，為救世人，多加救心，33年受盡苦楚。
感谢上帝咱这是当心上个来祈祷。亲阿爸爸上帝，我很感谢你。今日我对是条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到18节，阮做来思想，确实有稳定。对今日的信息中间，互阮知影，要如何为了这个毋茫稳定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头一项，爱用疼来传播这个稳定；第二项，爱用笑面来传扬这个稳定。现在这个社会到处拢是喙焦的人，都是却找无到最通啉的人，真多。就是遐个食毒的人，就是遐个同性恋的人，还有见跋筊的人，爱啉酒的人，因拢是一群较无要得到稳定的人，却也是找无到稳定的一群人咧。稳定的教示着咱，上帝疼阮，因为上帝是疼的上帝，毋是阮通得到上帝的疼。愿你当，互这个稳定去摸着，看到倒位有需要稳定的，阮就毋免考虑对方是毋是值得阮的疼，还是值得阮的赦免。咱爱会记得，咱当初也是一群较无稳定的人，咱才踏入教会的，而且阮已经得到稳定。但我真期待。这稳定，咱亲像活水江河，不但对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来清出来，通去吸引教会外面这个人欢喜来踏入这个稳定的门。所以伫这个末后的这个日子内面，我要搁较来谨慎祈祷，来宣扬天国的福音，并且备办好势家己。同天后最后所过来的日子，但阮同心的祈祷，靠最后所有性命来求。阿免。第一点，罗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祈祷稳定，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较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记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亲爱的兄弟姊妹，亲爱的乡亲，咱今仔日实体的礼拜以及网络礼拜，到这这边过一段落。咱毋茫后一回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三角的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恁，守住恁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借万变是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借万百姓做下声，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
就甲因遵守主的命，用土地的团互因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白欢喜的名看你。